嗨，大家好！如果大家有追蹤我 IG 或者 Threads 嘅話，應該都會知道我有時會出 post 介紹一啲主流、非主流或者曾經喺香港出現過嘅巴士。所以今次我決定嘗試喺 YouTube 以影片嘅方式介紹巴士，但影片主角仍然以相片出現，希望大家鍾意同享受。第一次製作，如有不足，請理解，多謝各位。九巴宇通巴士介紹，喺2013年宇通客車製造咗一輛配上海柴油機引擎嘅 ZK6128HG 一樣版車，打算俾九巴使用，所以出廠時已經跟隨九巴規格，例如紅龍電子牌、Ventura 車門、香檳金色車身及採用密封玻璃緊急出口等。車廂設計同九巴第二批嘅富豪 V7RLE 相似，但九巴最後並冇接收該車，後來該車被轉俾澳門其中一間巴士公司使用，該車喺使用期結束後，被送返宇通車廠。接着喺2014年，宇通再次製造咗另一輛 ZK6128HG 一樣版車，新增咗日行燈、車尾警告燈等功能，引擎及波箱配置改為咗同九巴量產嘅 E400 相同，載客量為79人，比城巴喺2015年抵港嘅青年11.6米單層巴士再多8人。第二輛宇通樣板車喺2014年4月抵港，11月27日出牌，掛牌 72A， 由沙田車廠管理，使用期喺2016年2月15日結束。九巴並冇購買，除牌退役，歸還俾宇通，但宇通冇將車運返內地，喺香港嘅一個車場閒置，喺2020年7月被放上拍賣網站，被巴士迷購入。